你见过有人把这么多毛线堆在头上吗？挑战真人版百苗图之。Hello， 大家好，我是九妹小美。经常有人给九妹留言，希望我穿那个红头苗造型的这个小花苗的服饰。其实呢，在九妹的前面至少有3个作品都穿过这个小花苗的服饰，但是一直都没有跟他们这种非常有代表性的红色毛线的这个头饰搭配起来穿。今天呢，就满足大家的心愿，完完整整的穿一次。这个呢，就是他们的衣服的上部的内衬，它那个衣袖的下部分有很多层这个彩色的这个布条堆叠成了这个袖口。交领的这个服饰，他们受这种满画的这个厂子领的影响非常少，所以他们整个款式版型都非常传统和古朴。小花苗非常有代表性的，他们这个小披巾传说以前男孩子女孩子谈恋爱的时候就可以去扯对方的这个小花苗的这个披巾，如果扯了单独去进行沟通和聊天，如果回来的时候呢，女方没有跟男方要回这个披巾，那就表明他们两个定情了。如果说要回了这个披巾，那则表明他们两个人就是没戏了，拜拜了。所以这个披巾很多时候都起着一个定情信物的作用，你们懂了吗？小花苗的百褶裙呢，非常典型的配色就是以白、蓝、黑为主色调，这个褶子呢也是属于非常细的这种细褶，上面呢也搭配了这种非常细腻的蜡染纹，蜡染纹也是这种非常神秘复古的几何纹。他们的腰带就是绑在腰间，讲究男左女右，女孩子要垂在右边，男孩子要垂在左边，就可以让它形成一个呼应和搭配。上面也是点缀了非常精美这个苗族的这种回纹的刺绣，然后还有这种非常长条的流苏。这个呢就是他们头饰的重头戏了。如果说你看他们的上衣、他们的裙子、他们的腰带跟其他苗族支系没有很大的区别度，帽子就是他们区别于其他苗族支系非常大的一个记忆性的这个标识。这个帽饰以前呢是用真发堆起来的高髻，有一点点像我们那个高坡苗堆的那个发髻，这个是模拟以前我们绑头发的那个红头绳，慢慢的堆多了，因为苗族是讲究堆大为美，以多为美，所以呢就慢慢的就形成了这种堆得很高，然后在后面垂得很多的这种流苏。今天我们就穿上这套小花苗的盛装，一起去赶坡啦！